推出全台最优惠的母亲节活动。4月17日起，集结全关品牌推出满5000送500大家电，满万送1000。南胖购物中心母亲节档期自17日到23日进行预购，正档期24日到5月11期间登场。除了化妆品满5000送500电子抵用券以外，还有大家电满1万送1000，更推出业界上悬15%回馈，满6000送900等等的超值优惠，要让妈妈买愈多，好康回馈愈多。1000送900，有15% 的优惠。那这15% 优惠的话，目前是台南市业界里面最高的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们还推出了高单加码，那还有所谓的新几点送。那这部分的话，就是说我们有3个档期，有3个波段的一个新加码。这部分我想还是给目的是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有更好的体验、更好的优惠。除了各种满额回馈以外，购物中心更规划全馆新兴极乐趣活动，一满一定的数量会当换取商品抵用券、会员点数、饭店大数券等多项好礼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